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徐曼珍，歡迎收看中嘉新聞週報。在高雄想近距離看飛機、拍照打卡，過去多半只能到機場旁的休閒農場或航廈站2樓的觀景台。不過，在地方民代爭取下，小港機場中山4路部分圍牆已經開始拆除，未來可望成為新的飛機觀賞景點。怪手持續不停的動作，將整面圍牆拆除。仔細一看，一旁還有大型客機停放。原來這一片不是一般的圍牆，而是有60年歷史的機場圍牆。現在在地方民代的爭取之下，中山4路旁的部分圍牆將改成通透性的牆體，不但可以改善市容，還可以讓民眾近距離的欣賞飛機起降。卡掉這個圍牆，看這個飛機哈，我是感覺是一個還不錯的方法。因為我這有當中嘛是攏有一掛人在這咧看啊、翕相啊、攝影這個飛機的起降啊呢，等於是一個景點吶。圍牆打掉的話，我覺得蠻不錯的，就是不用爬高看飛機，你就可以近距離的跟飛機接觸。外圍的牆現在陸陸續續已經在把它打掉了哈，這是我們多年來期盼可以穿透看到我們的飛機起降，未來就結合整個社區，打造一個南高雄的一個文創綠廊觀光一個最好的景點，讓未來這個小港能夠非常的光鮮亮麗。雖然可以近距離的欣賞飛機，不過由於圍牆緊鄰馬路，車流量龐大，相當危險，因此地方也提出建議，希望未來將一旁的單車綠廊道也納入規劃當中，提升整體的觀光效益。綠廊就是我們的自行車道，連接我們的中山路，看到我們的機場，未來這個整個綠廊能夠完成哈，因為目前現在我們高雄市的歌唱人的歌星，他只要下到我們小港機場，就看到我們這整個高雄的機場連接我們的自行車道。未來也希望市府能夠打造一個觀光的綠廊，能夠讓我們的外國歌星來到我們小港機場以後，看到我們一個完整的綠廊。觀光看飛機，其實那個地方就是一個堵車的來源。那這個堵車來源其實就會造成更大的堵車，所以我覺得最好的地點應該是在對面的所謂的翠亨南路旁邊那一塊很大的公園綠地。那這個公園綠地，它其實可以跟台糖來做協調。那台糖也應該也願意來做這一塊的使用，因為它本來就是一個休憩的場所。那這個休憩的場所應該是更容易讓我們這些不管是停車方面，或者想要在這邊休閒，就不會那麼樣的擁簇，那麼樣的擁擠。那空氣的品質也好，或者整個動線也好，應該會比較寬鬆、比較輕鬆來看待這樣的一個觀飛機的場所。過去民眾想要近距離的看飛機，只能選擇機場旁的休閒農場，或是到航廈站的景觀台。現在中山4路的老舊圍牆已經開始動工拆除，相信未來飛機迷又可以有多一處的賞機景點。記者張世明高雄報道。高雄輕軌運量持續成長，民眾搭乘需求提高，捷運局因此規劃要再採購14輛新車，並已在日前公告招標，總預算超過64億元，目標在2029年讓新車正式營運。高雄輕軌全長22.1公里，設有38站點。在2024年元旦，軌道正式成員之後，運量不斷增加。光是在去年，總運量就突破了1333萬人次。因為需求不斷增加，因此民眾也希望在尖峰和離峰的班距能再縮短。如果能新購列車，相信營運能提升搭乘效益。我覺得很好，因為我現在發現，在搭的人不只是觀光客，也有一般的民眾或是通勤的學生也會搭。對，因為所以你如果增加那個列數的話，比較可以提高它的承載量，不然原本的話實在是太短了。有的時候其實還蠻多人上去，尤其是尖峰的時間。增加車趟是 OK 啊，又比較方便。讓他的那個就等候車的時間不用那麼長啊。因為我發現幾乎都會很滿。高雄市捷運局指出，輕軌目前共有24列車，尖峰班距10分鐘，離峰15分。後續計劃添購14列車，讓整體車隊規模達38列。等新列車加入運行之後，估算營運班距在尖峰時段可以縮短到6分鐘，離峰8分鐘。
如果遇有重大活動等運輸需求，將更有調度的空間。因應這個輕軌的一個運量提升，那我們要怎麼樣如何來提供民眾更好的一個服務啊？所以包括市民啊，哈，那個市議會也都殷切的期待，所以這個部分我們要有做了一個輕軌增購列車的一個計劃。那目前我們這個輕軌購車已經在公告，那我們預計在3月的部分大概是會是一個招商，那在今年的第3季，我們的目標是會達到一個設計目標，那列車就會開始進入製造。那當然，我們一個預期的一個目標就是在117年的年中呢，我們的那個列車就能夠運到我們那個高雄來啊，所以這個是我們一個重要的里程碑。捷運局表示，今年預計會完成招商、設計以及新列車製造的前置作業，而列車製造的期程約計需要30個月，所以最終目標是讓新車在2029年上線營運。記者李正道高雄報道。高雄盤花公園完成整頓後，近期終於對外開放，園區結合客家元素，打造生態與文化並存的觀光亮點。除了原有的光之塔外，還新增龍骨橋等景點，有望為地方發展注入新能量。原名高雄3民1號公園的盤花公園，坐落於高雄客家文物館正對面，緊鄰愛河畔。過去因髒亂進行整治，如今結合客家文化意象，成為高雄市民愛去的景點之一。而本次改造除了光之塔之外，還新增2個地標，新舊融合，民眾最記得哪一個？就是這個燈塔。怎麼說？我們就住在這附近啊，這燈塔。現在改造得很漂亮。又臨近，空氣又好。就是光之塔，因為它那個平常的時候就是說，就有那個七彩的顏色，像彩虹一樣嘛。然後到晚上它會有那個燈，也好漂亮。盤花公園以社區共融、親子遊憩為概念，斥資約8600萬重新打造，同時也將公園內地標性物件從原先僅有光之塔，又新增由竹片製成的重包步道及外觀新穎的龍骨橋，形成公園內頗具特色的3大景觀。這個重包甬道為什麼會在這裡？大家會覺得，怎麼竹編呢？其實它就是美濃的工藝，還有客家的工藝。在早期，竹編是很多建築物會用到的。我們也希望說，讓都會區的人也可以感受到，客家工藝的這種編織的手法。所以加上編織會有孔隙，所以它在陽光照射下來，會呈現地面很多不同的紋路。我們覺得這是一件很美的事情。為了要縫合整個愛河之心跟中都濕地，用這個廊道現在盤花公園串聯起來以外，在另外一面呢，南北向我們也很感謝水利局做龍骨橋，可以串聯到鼓山區。那因為其實龍骨橋的另外一端，鼓山區的那個地方叫龍子里，也是客家聚落，所以就整個把它串聯起來，綠地這樣子，我覺得整個在整個盤花裡面有這些。社區共融啊，生態永續以及客家文化的特色融合在這裡，我覺得是一個非常舒適的一個公園去處。我想這個跟新蓋好盤花公園裡面你剛提到的另外2個這個新的藝術的一個景點，我想是可以舊的跟新的這樣子的來搭配哦，那我覺得是可以整體的提升整體盤花公園的一個能見度，跟讓市民朋友更喜愛這個盤花公園。同時，公園考量永續等問題，也設計有雨鋪滿，讓植物澆灌用水自給自足。同時，也新增47000株灌木及76棵喬木，豐富公園自然景觀。同時，減少2000平方米的影鋪面，將可降低區域溫度2.5度，真正達到生態人文雙平衡。記者陳怡軒高雄報道。左營高鐵站前的重信路，過去騎樓通行不便，用路人常被迫與車輛同行。如今已劃設專屬步道，並同步規劃臨停區，兼顧行人與店家的需求。不過才剛上路，部分民眾仍在適應中。交通局表示，將持續宣導並滾動式調整，提升左營高鐵門面的安全與友善度。
道路兩側多出了2條顯眼的綠色標線，行人可以在上方安全行走，不用再擔心與車流直接並行。這裡是左營高鐵站前的重信路，交通局為了優化站前的步行環境，特別在這裡增設了標線行人行道，讓來往通行的民眾都感覺相當不錯。現在有拖行李箱的話，就會比較方便，就很方便，对，也比較安全啦。就是人跟車子比較分開，就是比較好走这樣。我覺得很好啊，因為這邊車都亂停啊。所以你們覺得你們當地住戶其實也覺得不錯的？不錯。過去該路段騎樓高低不平，或是遭到占用難以通行，許多搭車旅客拖着大型行李，只能被迫走在路肩與車子擦身而過。現在規劃專屬步道後，不但行人安全有所保障，道路兩旁也同步劃設了臨停區，提供給周邊店家上下貨或民眾臨停採買。就是有個行人的地方可以經過啊，它地板又平的。對啊，裡面騎樓，每一戶的那個地板都有高低差啊。拖行李就要一直拿起來啊，不然就是一堆摩托車啊。根本沒辦法走動。那過去因為沒有人行道的關係，所以行人很多都在路上跟車輛爭道，所以相當危險。那所以交通局為了讓行人更安全，所以我們就設置了這個綠色標線行人行道，那希望為通勤族跟行人撐開一道安全的防護傘。那我們透過劃設路肩以及規劃臨停管理的方式，來提供這些裝卸貨的所需要的空間需求。那包括像是在路段上有劃設的臨停黃線，那以及說劃設專屬的裝卸貨停車格。只不過新型標線上路，部分民眾對它還是感到有些陌生，因為與過去常年的用路習慣不同，目前還處在磨合適應期，未來可能還需要持續進行滾動式調整，並同步加強宣導。我是覺得有點多此一舉吧，像我們這樣，我現在剛才要買什麼，那我也是說大概也都是就這麼停，那可能就是鄰居的外面沒地方停車吧，那很多嘛都把外面當作自己家的停車場。畫人行道畫紅線，他就沒辦法停車啊。標線型人行道的目的是為了整理秩序跟保護安全，那並不是要阻礙生意。那過去有很多例子來顯示的話，其實一個街道如果好走、安全，其實會吸引更多使用者願意在這個地區活動，那也讓這個店家可以更容易被看見，也更容易被走進去。隨着今年人本交通意識抬頭，左營高鐵站作為高雄的重要門面，路型的翻轉不僅是安全考量，更是提升城市形象的關鍵。未來如何落實習慣養成與管理，將會是高雄邁向人本城市的重要下一步。記者孫軍高雄報道。高雄鼓山區有一家炭烤燒餅店，口味選擇多，外皮酥香，蔥肉內餡不膩。另外也有紅豆、芝麻等口味選擇。甜度適中，是不少在地人推薦的美味小吃。剛出爐還熱騰騰的炭烤燒餅，一旁民眾正等着購買。燒餅有蔥肉、紅豆、芝麻口味等，燒餅皮酥香不乾柴，蔥肉內餡不油膩。想吃甜的有紅豆、芝麻，都不會過甜，是不少當地人喜歡吃的炭烤點心。那個就是它有獨到的風味啦。就是跟一般賣的都不太一樣，就是他們這個是我買了已經很久了。鹹的，覺得它的餅皮啊或內餡吃的如何？好吃。對，各有特色，你看個人的口味，然後你喜歡的味道都是一樣的。對，只是有人喝下午茶或是早餐都 OK 的，或是小孩子放學買給小孩子吃都是 OK 的。很脆很香。口感呢？口感很好，我专程從仁武跑過來買。老闆使用老式爐灶來炭烤燒餅，現烤出爐的燒餅厚實酥香，口感吃起來很有飽足感。老主顧表示，要吃燒餅就是要有炭火香味，如果遇上剛好出爐，現吃更是美味加分，也是小孩放學後或是下午茶點心都是最佳選擇。燒餅的特色就是炭烤，炭烤就是它的特色。因為外面的大部分都是電烤箱，很費工，所以說炭烤沒人要做，量又不多。這個桶子以前有人專門在做啊，可是因為一個桶子可以賣，可以用10-20年，他10-20年才賣一個，他沒合啦。
因為現在做這個人的很少了，以前一年可能可以賣一個桶子或2個桶子，現在都沒人買就收了啊，就不做了，你現在就買不到這種桶子了。民眾表示，很多人會預定炭烤燒餅，所以一出爐可能就被買光。這手工小點心很多人喜歡，有着眷村味與懷念的滋味。民眾也推薦店內水餃，老闆手工製作，水餃鮮甜也很好吃。記者李正道高雄報道。農曆年節將近，家家戶戶開始採買年貨。台北市南門市場年菜採購活動正式開跑，集結多家人氣名店，推出多樣年菜與限定優惠。市場也規劃折扣買菜金及滿額抽紅包活動，吸引不少民眾提前搶購，現場氣氛活絡。還有我們的玉品海陸螺。誘人的美食走秀，讓人忍不住想直接品嘗。這裡是台北市知名的南門市場，迎接馬年的到來。市場方面特別推出年菜採購月活動，除了限量2400份的9折買菜金，搭配萬元抽紅包活動，引爆排隊人潮外，多家5星名攤也配合推出馬年限定套餐與年節禮盒，甚至還提供客製化服務。預估年節買氣可望增加2成。主要是把業者很優秀的那些很棒的那些年菜推出來給大家看，然後每年做的当然有點不一樣，當然每年有的傳統有的我們都有，新創的一定有，還有很多優惠哈。我希望說一般的消費者大家可以來體驗看看，來南門上走走買哈，真的有像過年。其實我們南門上有一定的名氣啦哈，每年一定會營業額應該會增加很多，然後現在也推出網絡啦，很多平台可以購物啊，對，所以這個每個攤商購物的金額應該會比較高一點。像這家知名的糕餅店，每年都會推出生肖包，今年的馬年生肖包就用金色描繪，喜氣滿滿。我們每年都會做一個生肖的包子，每一年都會有不同生肖不同的，今年是馬年嘛，所以這邊用顏色比較叫金馬，希望馬年吉祥如意。大家財運滾滾，所以我們馬年的包子後面配了一個棗，一顆棗子，一顆棗就是早發，因為這是麵粉做的，會發。南門市場各個名攤也陸續出現採買人潮，搶先購買1萬元等值購物金的前環球小姐丁燕宇就直說南門市場超好買，覺得非常優惠，因為它有9折。他不管就是現金禮券當場打9折以外，他們還有就是滿2000可以抽1次獎。對，那我買菜的時候我都會來這邊，因為這邊東西很齊全，你來一次就不用去好多家排隊啊。對，今年過年最想買什麼？最想買什麼？你想我什麼都想買耶。什麼都想買。對啊，比較難做的吧，可能像鯽魚啊，或是東坡肉。或是那個佛跳牆，在這裡買最新鮮了。從生鮮組合到熟食點心，琳琅滿目的美食年菜，讓台北市副市長林奕華與立法委員吳沛憶等人頻頻稱讚南門市場最有年味。林奕華也表示，除了目前可搭乘捷運紅線與綠線前來外，未來等萬大線通車後，民眾來南門市場採買將更加便利。南門市場的各種美食啊，熟食也好，或者是乾貨，我們回去簡單打理就能夠上桌上菜。就是對我們來說是我們的一大福音，所以呢，每年過年呢，一定要來南門市场。所以從現在開始呢，台北人已經可以開始來南門市場準備我們的過年。我自己本身是很喜歡吃一些糕點類啦，還有大家知道像什麼臘腸啦、肝腸啦，這種都是一定要吃的東西。所以反正南門市場你喜歡什麼，來到這邊幾乎沒有你找不到的東西。重點還是說，因為它的品質啦，都有自治會這邊跟着我們的攤商一起在努力，所以才能讓南門市場它的名聲一直都這麼好。再加上因為捷運也很方便，所以歡迎大家呢都帶着購物袋來搭捷運，來到我們南門市場來採購。因消費形態改變，南門市場也全面支援電子支付，更引進 AI 點餐機，加速交易流程，也方便消費者購物。迎接年節商機，市場也與悠遊付合作，從即日起到除夕夜，使用悠遊付單筆消費滿200元，再搭配會員活動，最高可享10%回饋。使用全支付不限消費金額並登錄活動，最高回饋達25%。民眾不用再帶現金，只要帶着手機就可以輕鬆採買，一次購足5星級年節美味。
用澎湃豐盈的年菜迎接馬年的到來。年菜採購月，記者張啟騰台北報道。想品嘗道地的客家菜，桃園市客家局今年舉辦客家新興美食推薦，邀請15位秘密客針對桃園的客家餐廳進行盲測評選，結果出爐，楊梅區的八芳園百合山河苑在46家入選店家中脫穎而出，成為今年唯一獲得6星級最高評價的餐廳。走進楊梅區這座超過100年的紅磚三合院，空氣中飄散着濃郁的湯頭香氣，熱騰騰的蒸汽伴隨深褐色的湯汁翻滾。八芳園用100年老宅的氛圍與堅持傳統的工法美味，成功獲得客家星級美食評審委員的青睞。這道黑金菜脯全雞是八芳園的鎮店之寶。老闆黃帥興堅持使用保存超過40年的老菜脯，搭配整隻土雞慢火細燉，讓食材的精華完全釋放。除了招牌必點的黑金菜脯全雞，這次讓秘密客讚不絕口的還包括火候極佳的八芳燜鴨、鮮甜彈牙的竹筒蝦盅，以及老饕最愛的客家風菜與梅乾扣肉，這5道料理展現了深厚的廚藝底蘊，也讓餐廳在今年桃園市客家局的評選中拿下了唯一的6星級最高肯定。老闆黃帥興驚喜表示，雖然不知道秘密客何時會上門，但他始終堅持對每位客人一視同仁，並提供最好味道的信念。這次獲獎是莫大鼓勵。未來也會持續微調傳統口味，讓客家料理更符合現代人的味蕾。其實就也很意外，說自己能夠拿到6星了，因為也不敢當，因為餐飲的前輩也很多。那我是餐飲這個八芳園的第2代，那我們從第1代開始就是在推廣客家的一些文化跟餐飲。那我們堅持就是我們的菜都是經典的老菜。然後把這個老味道跟老宅能夠就是相互輝映，推廣給現在的消費者。那因為有很多人其實不見得吃過正統的客家菜，那我們就把這些菜都一一呈現。但是我們口味上面有做一些調整，就我們有做比較清淡一點。拿到這個獎我也很開心，但希望這個還是要繼續努力。那希望如果哪一天有機會，黃仁勳可以大駕光臨，那就更棒了。客家局長范江泰基親自頒發6星級立牌，也強調這次評選過程相當嚴謹。那我們特別請了15位的秘密客來走訪我們所有桃園13個行政區的客家的店家。那總共有46間我們的客家美食的餐廳跟店家獲得推薦，那從1星到6星都有。那我們今天的所在地八芳園是唯一一家獲得我們6星推薦的啊。那八芳園裡面也有我們傳統的客家菜色，也有創新的客家料理，也希望我們全國的民眾都可以來到桃園品嘗我們桃園客家的好味道。客家局表示，這次的星級推薦活動，就是希望民眾能更方便地找到桃園在地最值得探訪的美味客家餐廳。大家可以前往桃園客家旅行網站上的好食客家餐廳專區，查看完整的推薦名單，規劃一趟遊客莊嘗客家好味道的旅程。記者陳浩桃園採訪報道。台南機場直飛日本熊本、沖繩的定期航班開航，也帶動周邊話題熱度。位在機場第1排的奇美食品幸福工廠推出迎賓咖啡，吸引旅客。其中每日限量的現烤生吐司更成為焦點，採用來自日本熊本的麵粉製作，口感 Q 彈滑順。近期因航線開通，掀起一波熱潮。透過鏡頭，我們一起來看看。隨着台南機場直飛日本熊本，也讓食品幸福工廠每日限量現烤、新鮮出爐的生吐司再次成為焦點。因為好吃的秘訣正是選用熊本麵粉和北海道鮮奶，
業者除了對原料的堅持，加上日本麵包職人的指導，所有流程不僅手工技術精準到位，還有獨家燙麵技術，打造 Q 彈保水的口感。熊本麵粉它本身有很高的營養價值，因為他們在研磨的技術上有一些差異，所以相對於一般市面上的麵粉的研製的方式是不同的。所以我們希望讓客人吃到的時候是这個生吐司是帶有高營養價值，而且是新鮮的口感跟一個新鮮的品嘗的風味。對消費者來說，看到企業公開麵包師傅揉麵等過程，除了是一份對食安的堅持和產品的信任，也因為這一波直飛熱潮，刺激了回購率和嘗鮮的意願。因為知道台南這邊年底要直飛熊本。對，然後知道這邊的那個生吐司是用熊本的麵粉做的，所以想說可以來嘗鮮一下。小朋友吃完都會很懷念這家的生吐司，所以我們就常常在回購幸福工廠的生吐司，所以非常推薦。而且他們家生吐司是用熊本麵粉。業者不惜成本，凸顯商品差異性和獨特的口感，因為原味就是美味。我們使用熊本的麵粉呢，去制作生吐司呢，是希望是說用職人的精神，那讓客人去感受到幸福的感覺。因為在於生吐司它的柔軟度有別於一般的吐司，那吃起來的話氣孔會更足，那也會更柔軟。生吐司除了經典原味，也有芋頭、巧克力和黑芝麻等多元選擇，加上後續的新開發，希望發揮職人精神，從品質感的價值不斷提升。記者郭文吉台南報道。天氣轉冷，不少人會來上一碗熱乎乎的牛肉麵。基隆有家牛肉麵店，主打牛三寶，包括牛筋、牛肚和牛肉。其中牛肉選用臉頰肉，口感軟嫩，湯頭濃郁，深受顧客喜愛。店家也提供加麵加湯不加價的服務，吸引不少食客上門。把它的這個牛油跟它的香味煸出來。牛筋用麻油翻炒，倒入豆瓣醬和蜜汁香料炒熟後，倒入湯鍋熬煮，要燉上至少18個小時。在鍋子裡面，一天大概是18個小時。一天18個小時，就是我們從開店開始到閉店，都一直在熬它。沒有這一鍋牛肉湯底，牛骨要放入烤箱烘烤，讓牛骨髓精華湯汁全都逼出來，再放入特製醬和牛筋一起燉煮。你出來，它裡面的那個牛骨髓是非常營養的，它出來以後融化在湯裡面，所以我們的湯絕對沒有放醬油，它完全的顏色就是烤出來跟一些什麼。跟一些我們自己調的醬料裡面的顏色，啊，所以它的這個湯頭啊，其實非常營養啊。寬麵條搭配牛三寶、牛筋、牛肚和牛肉，而其中的牛肉是選用牛臉頰肉。業者說，要先去除腥味，煮出來牛肉特別有嚼勁，切開後呈現帶筋又帶肉。我覺得真的都可以吃得到，而且會感受到每個牛肉麵的，就是牛肉的細節。對啊，這個牛臉肉。它的纖維非常細緻，而且每一塊中間呢，它都夾着它的筋。喝上一口湯，客人形容每個部位都很到位，湯頭沒有加一滴醬油，因此喝完不會口渴。湯頭，我覺得湯頭它的味道很純，就是感覺吃得出來水果的味道。然後它的肉，我覺得跟別家真的不一樣，吃起來不會有那種很硬啊，吃起來是。好像就是可以入口即化。吃一碗牛肉麵就是要搭配酸菜，剛炒出來的獨門酸菜放入碗中，色香味俱全。經常來這裡的客人都知道，來店裡消費加湯加麵卻不加價，老闆很大方。蠻不錯的啦，而且加湯加麵不加價。這個附近有很多做碼頭的、做搬運工的，他們胃口大，所以我乾脆反正麵粉也不貴。我們就讓大家加麵，不花錢。有50年大廚手藝的高澤宏，學過中西料理，將台灣牛肉麵做法中西合併，堅持不放一滴醬油，要用原汁原味，讓牛肉麵繼續飄香。記者黃少明基隆報道。虱目魚死亡超過10小時，竟然還在跳動。台南一名里長分享，他購買虱目魚。
準備製作一夜乾時，發現已破開2小時晾曬的魚體仍在戰動。專家推測，這是死亡後的化學反應，並非仍有生命跡象。虱目魚放在架子上，沒有人動，魚肉卻突然開始戰動，而且不是1下2下，是連續跳個不停，畫面真的相當詭異。發現魚死後還在動的是台南龍山里里長王文才，他說自己一口氣買了10多條虱目魚，原本打算做成一夜乾，沒想到卻被這一幕嚇壞。用好啊，甲燒鹽燒燒，直接曝日曝頭2點鐘哦，啊來要來甲冰冰的時陣，啊看這尾魚啊，擱咧震動啊，我看到怪怪啊，掠起來。冰在冰桶內底嘛，冰超過10點鐘啊。平時常常抓魚、殺魚跟製作一夜乾，怎麼遇都沒遇過。魚明明已經死透10多個小時，大家看到都直呼怎麼可能？最後乾脆不吃了，把魚放生。不過養殖業者解釋，這樣的狀況其實很常見，可能和捕撈時使用電極在急速冷凍有關。你若來破落做一夜乾，無分切的當中，你只要得拍下啲微溫，造成伊的魚肉、伊的成品放冰箱，所以都會安尼準的準。就是生物在死掉之後，鈣就會不斷被釋放出來，然後鈣就會和出師的那個肌鈣蛋白做結合，就是會有一個拉扯的一個現象，所以就會出現像你所看到的跳動的這樣的一個過程。學者指出，死亡超過10小時後，生物電不太可能還持續作用，比較可能是魚體死亡後肌肉內的化學反應造成收縮。強調這魚並不是復活了，是屬於正常的生理反應，不用過度恐慌。記者邱海棠的報道。為慶祝佛陀成道紀念日，佛光山南台別院將在1月10日至26日於27個地點展開臘八粥結緣活動，預計送出10萬份。為確保品質一致，南台別院也特別舉辦臘八粥烹煮品鑑，邀請150位掌廚義工精進廚藝，希望讓民眾感受到一致的滋味與平等的慈悲。佛光山南台別院慶祝佛陀成道紀念日，結合所屬30個分會，分別在27個據點展開臘八粥結緣活動，預計將送出10萬碗熱騰騰的臘八平安粥。佛光山台南區總住持滿洲法師希望這10萬碗臘八平安粥能化作10萬份祝福，在冷冷的冬天，讓民眾感受到佛陀的慈悲與溫暖。為了慶祝佛陀成道的這個吉祥的日子，我們這一群義工菩薩呢，預計從1月10號開始，也就是明天，我們會在南台北院轄區27個據點送出10萬碗的熱騰騰的臘八粥。這呢不只是一碗粥哦，我們更希望這10萬份的臘八平安粥能夠化作10萬的祝福，然後在這寒冷的天氣裡面呢，讓每一位市民朋友拿在手上，心裡都能夠感受到佛陀的慈悲跟溫暖。為保持每碗臘八粥口感一致性，南台別院9日晚間舉辦臘八粥烹煮評鑑，邀請掌廚經驗豐富的餐飲系老師黃秀霞授課，以星雲大師所指導的配方，傳授如何烹煮出美味臘八粥。小小的火去炒它，你不要大火，大火的話這裡面一定超會大。那我現在要嗆這個醬油，這個是醬油，哦，嗆下來哈、哦，你看哦哈，這樣淋下去，那嗆鍋邊的醬油它是很香的。為了煮出口感一致的臘八粥，南台別院的志工們認真做筆記，甚至還錄影記錄，就怕遺漏任何步驟。經過老師的指導，也讓志工們個個信心滿滿，能煮出最美味的臘八粥，供養大眾。經過老師的那個教導，有沒有感覺更上一層？有，更清楚，更好。对，秀霞教授來幫我們整個流程講得非常的詳細，不論是食材，還有水的比例啊，還有火候的部分，都講得非常的詳細，讓我們就是很有信心，可以把這次的臘八粥煮得很美味，供養大眾。
這10萬碗平安粥從1月10日到26日，將陸續送往台南各社區、機關及弱勢團體。滿洲法師期許，透過這一碗碗滋味一致的臘八粥，能將佛陀成道的喜悅化作舌尖上的溫暖，讓社會大眾在寒冬中感受慈悲的力量。10萬碗粥，10万祝福。台南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2026台北燈節將在2月25日至3月15日，在西門町及花博公園登場。首度採雙展區、雙 IP 策展，花博展區主燈率先曝光，將與變形金剛合作，打造10公尺高的柯博文主燈，並同步推出限量主題小提燈，成為一大亮點。3、2、1，請揭曉2026台北燈節花博展區最受矚目的 IP 燈飾正式亮相，變形金剛閃耀登場。在台北市觀光傳播局局長於翔與產業發展局局長陳俊安共同揭曉下，2026年台北燈節花博展區主燈正式亮相，將與國際知名的 IP 變形金剛合作，制作10公尺高的柯博文主燈。柯博文戰友大黃蜂和最大對手密卡燈燈組也將同步登場。這也是台北燈節首度採取雙展區，並與國際 IP 合作，希望借此展現台北市是充滿科技與創新的城市。那這除了是台北燈節第一次跟 IP 合作之外呢，也是變形金剛首次在台灣跟大型的燈會正式授權哦。那其實我們這一次的概念就是用科技、創新跟未來感做整體的規劃，那也象徵着輝達進駐北市科，展現台北市是一個非常充滿科技跟動能的城市。那我們這一次的花博展區總共有3個角色，都是大家非常耳熟能詳的，包括了博派的柯博文，還有他的戰友大黃蜂跟對手密卡燈。我們透過這個3個角色呢，制作大型的燈組，那也會有這個光影的變化，還有動感的變化，相信可以帶給大家非常不一樣，在花博園區的觀賞燈體驗。另外，西門展區主燈部分，台北市觀光傳播局局長於翔透露，同樣會是非常大型的國際 IP， 敬請期待。至於是否延長燈區開燈時間，於翔也證實正在研議中。其實我們現在的開燈的時間就是到晚上的10點，那想說讓大家在賞燈完之後呢，也可以去其他周邊的商圈，或者在花博園區內也可以繼續的消費，進行其他的相關的活動。不過我們確實有在研議在假日的時間做開燈的延長，那如果有確定的消息會再跟大家說明。台北市長蔣萬安親自示範組裝，並公開2026台北燈節小提燈，結合科技感與童趣元素。今年台北燈節小提燈同樣以柯博文作為主題，限量10萬盞，預計3月1號到3月3號在花博展區與西門展區發放，3月1號到3月2號也會在全市各行政區同步發放。這次的小提燈呢，也是跟我們的主燈是同一組，就是柯博文的模型。那相信呢，大家在組裝的過程之中都可以得到很多的樂趣。那也歡迎大家在3月1號到3月3號來領取限量的小提燈。那也歡迎大家在燈節的期間一起帶着小提燈來到花博園區賞燈。觀傳局方面表示，雙展區除了 IP 主題燈組與多組藝術家作品外，還規劃友好交流燈組及全國傳統花燈競賽燈區。2個展區也都臨近捷運，交通便利，同樣周邊商圈林立，觀光資源豐富，歡迎國內外遊客在台北燈節期間前來走走逛逛，體驗這場充滿光影藝術與城市魅力的年度盛會。記者張啟騰台北報道。新北市警察局捷運警察隊近期舉辦成立揭牌暨新任隊長布達典禮。
市長侯友宜表示，隨着捷運路網持續擴張，警政編制必須同步到位。捷運警察隊的成立，也將進一步強化大眾運輸的安全與防護。舉起手，莊嚴宣誓。新北市捷運警察隊今天正式成立，現場同步舉行揭牌與新任的隊長布達典禮，象徵捷運的警政正式邁入專責專業的新階段。市長侯友宜親自出席見證，勉勵同仁肩負起守護捷運乘客安全的重要任務。新北市是全國在捷運興建最多的都會形態，所以為了讓捷運在我任內已經有3條完成。不管是環狀線、淡蘭輕軌、安康輕軌，以及今年也會這樣有3鶯線也要完成，所以一條線的完成，當然捷運警察隊的編制要不斷擴大以外，也要正式成立一個組織編制。所以捷運警察隊為了應應我們的大眾運輸的捷運系統越來越多，事情越來越繁雜，所以今天正式成立。那隊長就任會帶着目前已經有3個分隊，一個是安環分隊、淡海分隊，還有包括即將要成立的3鶯分隊。那未來還有系東分隊、土樹分隊、五台分隊會陸陸續續來到位。我們除了捷運警察同仁在第一線要捍衛我們市民朋友搭乘捷運的安全以外，我同時也要求。從第一線的捷運警察隊要跟派出所、分局、保大、警力要做好通力合作，以及跟桃園、跟台北並肩作戰。新北市警察局依據大眾運輸法的規定，於115年的1月1號正式成立捷運警察隊，核定編制員額240人，專責維持場站及行車秩序，保障旅客的安全。一個大眾運輸的捷運絕對不是一個單一捷運警察隊，我們隨時不斷的去做好演練。做好準備，能夠在第一個時間就能預防事情不要發生，事情發生了，在第一線能夠快速的反應，讓傷害減到最低，這是我們的要求。所以我們也不斷的去做好實戰的演練，也隨時做好準備，讓捷運警察來捍衛我們大眾運輸的捷運的安全。其實 T-Pass 目前我們新北市預算是編的，編的過程當中，我們做好了萬全的準備，我們希望。大家全力以赴，市民的權利不要受到影響。當然，我也希望在立法院的預算、民生預算如果先行，其他的也要陸陸續續到位，因為不是光一個 T-Pass 的問題，大家要全方位。還有哪些民生議題，還有哪些急迫性，希望能夠在今年就能夠順利的通過。侯友宜強調，捷運警察除了在第一線守護乘車安全，也必須與轄區的派出所、分局、保大警力密切合作，並與台北市、桃園市的警政單位跨縣市聯防，因應日益複雜的大眾運輸環境，全面提升捷運系統的安全防護網。記者是高新北採訪了。桃園市推動免費低劑量電腦斷層肺癌篩檢，近3年已篩出350名確診病例。讓患者得以及早治療。市長張善政更日前宣布，將擴大篩檢對象，納入特定病史族群以及高風險環境市民，並針對50到65歲的一般市民提供部分補助，期望照顧更多市民的健康。桃園市推動免費低劑量電腦斷層肺癌篩檢，將近3年的時間篩出350名確診者，及早治療，成效卓越。桃園市長張善政在日前宣布，115年再擴大篩檢對象，包含曾罹患肺結核、乳癌及乳癌2等輕婦女，桃園境內8座發電廠及焚化爐周邊等高風險區域40歲以上久居市民，以及績優醫師及護理人員等4大類。今年呢會有什麼不一樣呢？跟大家報告一下，今年我們擴大我們的篩檢對象，我們主要篩檢對象有4個高風險族群要擴大篩檢。第一就是曾經罹患肺結核、乳癌的這些朋友，還有他們2等親，如果是乳癌的話是女性朋友。那麼另外呢，我們桃園有很多個發電廠和焚化爐。周邊區域40歲以上的市民，我們都納入高風險族群免費篩檢。另外，我們把績優的醫事人員和護理人員也納入篩檢對象。
績優的這個醫師跟護理人員，我們為什麼把它納入篩選對象？因為我們知道說，醫療人員、醫師跟護理人員平常非常非常忙。在王副市長早年在台大醫院的經驗哈，台大醫院對自己的主治醫師嘛哈，來進行肺癌篩檢，就會發現比例很高，對不對？很出乎意料。醫療人員應該最知道照顧自己的健康，結果可能太忙了，或是覺得說自己的身體狀況自己可以掌握，結果沒想到一篩檢比例比一般的公共衛生的標準要高，表示說醫療的人員哈，有的時候太忙了，忽略自己健康，我們希望把這個漏洞也給補起来。桃園市114年共完成57935人次篩檢，為了減輕偏鄉就醫不便的痛點，桃園也擁有全台唯一的行動 CT 篩檢車。去年上路後也完成了16場次，2個月內篩檢近300人，將深入海線山區的彌補城鄉醫療差距。我們現在已經完成了，從去年11、2月開始到現在完成了16場，16場是每一天哈。那已經篩檢了將近300個人，那平均每一場就將近20個人，這個跟一般的醫院的這個能量比起來是不相上下的。一般醫院如果專門是為了我們這個免費的低劑量肺癌篩檢去的，也差不多這個數量，等於說這個行動的 CT 車等同就是一個醫院一樣，行動醫院一樣。那麼所以我們今年可以擴大我們的目標，也是因為這個行動的 CT 篩檢車可以深入偏鄉。不管是到觀音的海邊，到復興的山區，它都可以再涵蓋。那麼可以把很多我們的鄉親朋友想說到都會區的醫院去做篩檢，交通很不方便，想到就望而卻步，就不去了。CT 篩檢車彌補這個漏洞，可以把這個偏鄉跟山上的這個民眾的這個照顧健康照顧也能夠彌補起來啊。所以今年我們預計這個 CT 篩檢車還會在完成200場，200場如果照最近平均的話，一場將近20個人，200場就將近4000個人，這又是另外一個可觀的數字。那我們希望說，這個肺癌篩檢今年擴大以後，能夠涵蓋更多的這個高風險族群。除了呼籲民眾主動參加篩檢，市府也透過跨局處合作進行肺癌防治。經由經發局深入工業區觸及勞工，勞動局監控有害職場環境，環保局則監測工業區、公廟、餐廳等排放，有效運用資源。市府將持續推動各項健康政策，打造桃園成為更健康的宜居城市。記者1屯報道。由基隆市政府兒少處規劃的7堵室內樂園大同區已經完工，市府邀請學童搶先體驗。市長謝國樑也宣布，樂園將在1月21日正式對外開放，採網絡預約與現場排隊各15名，每場次限量30位。開館前5天到訪的孩童還可以參加扭蛋活動，一起來看看。太幸運了，小朋友轉動扭蛋機得到火車模型，連市長謝國樑都為他感到開心。一個小火車送給大家，前5天有這樣子的那個哦。來，送給你，謝謝。啊，這個也給你。很可愛。由基隆市政府兒少處主政，以旗艦級鐵道為主題的7堵室內樂園大同區，也就是適合國小學生遊玩的區域已經完成，並且邀請長興國小學童現場體驗，擔任小小代言人。在兒少處長吳宇傑等人陪同下，市長謝國樑以及市議會副議長楊秀玉、市議員張耿輝一起到現場參觀，聽取小小代言人介紹。謝國樑也宣布1月21號禮拜3正式對外開放試營運，每場次開放網絡預約15個人，現場排隊15個人，總共30名。開館前5天到訪的孩童都可以參加粉紅泡泡扭蛋活動，可以得到火車主題的小禮物。我們自己也覺得這個地方很棒，那另外也要跟市民朋友提醒一下，就是說這個地方呢，周1跟周2是休館的。我們今天雖然宣布，但是正式的營運的時間呢，是從本周3開始。那我們有準備了一個扭蛋機，3、4、5、6日這5天，第1周
來玩的同學們，我們會送一個讓他拿一個扭蛋的一個機會。那扭蛋裡面有很多火車的小小的組合，那歡迎大家來玩，然後拿一份紀念品，算是我們開館的一個慶館的一個活動。那總之，這是一個讓國小同學的年齡可以訓練他們的體力、訓練他們的耐力、訓練他們的肌肉的一個地方，跟我們過去推廣的1到6歲的孩子的室內兒童樂園又不太一樣。未來市府也會針對大童，也就是國小的年齡以及青少年的年齡，分別都在不同的地點，未來規劃這些更多的設施，讓我們0到18歲的各類的孩子都有適合的環境可以來游玩。兒少處指出，基隆推動1區1特色室內樂園政策開放以來，已經突破53萬人次，滿意度99%。因此，這次投入1292萬多元，將7堵樂園周邊規劃成大童區，包括探索區，擁有高達350公分的溜滑梯，以及挑戰區，設置高達450公分的探險號列車，讓孩子們能夠在遊戲中鍛鍊體能。大家都知道，我們对0到6歲的室內兒童樂園，基隆各區都有1座。那我們除了照顧剛出生的 baby 跟幼稚園的孩子以外，針對國小的孩童，我們對於他的肌力、他的耐力，還有他的整個成長過程，也設計了一套室內的設施，可供孩子們、同學們來訓練自己，讓自己變得更強壯、更健康。因此，我們在這個7堵室內兒童樂園的隔壁，我們投入了一定的資源，來打造出這個讓大家從攀爬中可以獲得自己的平衡感，學習自己的肌耐力以及自己的冒險精神，這樣子的一個設施。也感謝副議長湯耿輝議員，還有兒少處與傑處長等同仁，大家共同努力把它打造出來。7堵室內樂園大童區的啟用，也讓市議員張耿輝和副議長楊秀玉都非常肯定市長謝國樑這項政策措施服務的再擴大。大童班的兒童樂園的成立，再次的顯示我們市長對於我們基隆市，尤其我們兒童這些遊樂的重視。尤其他上任以後，除了說室內的0至6歲也有各區之外，現在6歲至12歲也陸續的成立。這樣非常棒，我想基隆市的孩子在我們謝市長主政下，真的是說不管是娛樂方面種種，還有他們的照顧平台種種方面，這個市長都做得很到位也算是對他們的肯定希望他們繼續加油。那市長一上任就針對這個就是室內樂園還有兒童的福利也非常的重視。那這次這個大童的這個設施我覺得市長的整個政策非常的到位。那我們都知道說，這個去年114年，基隆市是全國出生率最低的。那我們的老人化也是全台灣省排名第4名。那可見我們的出生率為什麼這麼低？還有我在這一點要肯定市長，就是有跟台北市同步進行，就是我們的營養午餐全面都免費的嘛。所以我覺得未來對我們兒童的一個設施也好，包括兒童的福利，我一直有感受到說市長對這個兒童樂園也好，包括兒童的福利這一塊，他非常的重視。為什麼？因為現在我們國家未來的主人公就是這些小朋友嘛，所以在這邊我一定是予以肯定市長。兒少處長吳宇傑也提醒，進入大童區遊玩的小朋友要穿鞋子，並且不要穿拖鞋或是涼鞋進入，避免卡在安全網洞洞中掉鞋，維護自身安全。和小童區必須脫鞋子進入不一樣。記者吳俊松基隆採訪報道。今年基隆市區渴望再添一處調往基隆港的新景點——東岸郵輪廣場。串接工程正積極施工中，市府表示工程已進入收尾階段，目標在今年上半年完成。畫面上就是基隆港東岸郵輪廣場的串接工程，目前已經陸續完成跨路段鋼構平台搭建、雨遮玻璃跟橋梁防護欄杆等工項。未來民眾可以透過這個立體平台，從不同角度看郵輪眺望基隆港景。
市府都發處特別說明目前最新的施工進度。那我們最近也有從2樓的這個平台視角，有拍了一些這個目前完成的部分給大家看，我想大家非常的期待哈。那我想這個工程之所以会這麼久的原因，我也利用这個情況跟大家說明哦。那最主要就是2個大部分，第一個就是說它的這個是用基樁，它的結構體也非常的強嘛吼，所以但是它必須在我們的填寮河哦，下面是填寮河，所以在初期的時候，我們為了避免相關的这個工程施工的這些掉落的廢棄物去影響到這個填寮河，所以是採取比較細緻化的，等於是用敲碎的部分，不是用大的工程直接把它敲下，然後到這個填寮河，所以這個部分有一些工程的細緻的技術在處理，這是第一個。那第二個，大家也可以看到，其實目前的一些鋼構，它的造型其實是蠻優美的，它是都有一些曲線的。那變成說在技術上，它必須用3D，然後營造廠跟設計單位，那必須去確認這些鋼構在工廠施作的時候，確認這些曲面的細節，所以在這個部分，那當然也是需要一點時間。那第三個，大家也知道，就是說這個部分是我們的交通要道啦，所以在工程卡樓的展開上沒有辦法全面的展開，我們也要兼顧這個交通的一個情況下。那不過很高興的就是說，因為我們目前逐漸在進入尾聲的階段，所以近期也不好意思，我們把這個從這個火車站過來到基港大樓市府這邊的臨時的這些便道，我們暫時先把它封閉。那最主要就是我們開始回到這個1樓的相關周邊的這些鋪面的工程，我們已經在做施作了齁。所以我們目前也要求這個營造廠要全面加速的趕工。那當然最近的天候的關係，那一旦是天候比較可以的情況下，我們也有請這個工地加派人力，那我們希望能在2月左右能就是把這個部分能報竣，那接下来還有這個驗收，那希望在今年上半年能把這個工程來做一個完成。原來的設計，這個平台的廣場，它其實是有要連接到這個東岸廣場的。那這個部分大家也知道，因為東岸廣場目前正在訴訟當中，所以法院的這個部分我們還沒有辦法去施作。可是我們已經先把這個結構體先施作好了，會先把它暫存。那等到我們的這個東岸商場的這個訴訟結束以後，法院同意我們去施作的時候，我們會再把那個部分銜接上去。所以未來長期等這個訴訟結束，整個還是可以跟東岸商場串聯起來。這項工程已經把海洋廣場、東岸郵輪廣場以及市民廣場串接起來，將讓郵輪旅客、市民朋友跟外地遊客又多了一處安全的行人徒步空間與欣賞基隆港景的好去處，相當令人期待。記者黃日升、陳淑平基隆報道。以上就是本周的中嘉新聞週報，感謝您的收看，我們再會。